今仔日是5日节，阮带张玉嫂来到周南盐场，听讲今日才有法度收5日节才有的五丝盐哦。我先来问囡仔，敢知影今日是啥物日子咧？知今日啥物日子无？5日节。哦，今日是5日节。先把所有要报的。这几天来，阮一直拢有高用吼，咱高雄山寿宴市的济公师傅吼，伫咱台湾传统的民俗内底啦吼，有新年佳期吼，这五时也袂特别迄个有效安尼啦吼。啊，咱高雄的新年话，拢就小小到啊啦吼。啊，济公师傅算甲咱严重有淡薄因缘啦吼，因为讲因要来祈福的这个动作安尼嘿。今仔日5日节收5丝盐，算一个中小型的活动啦吼。往年差不多拢100-200人来参与吼。啊，咱位队来？台南哦，今仔全台湾各地拢来啊。花莲连花莲拢有啊，好一个。坐过半个台湾来到遮吼。有啊。吼，足感动啊！有配合的无？啊，配合你才有你啦。昨为美国坐飞行机来到台湾吼，嘿。啊，朋友甲安排知影有这个活动，今仔特别来到咱的现场，所以咱是一个真国际化的一个台湾的文化仪式啦吼。哦啊，咱师傅即个爱先现场爱先好处理一下吼。OK。来，上面摆来。后面有。我在这边等。我感兴趣来到咱新大头前好无？来，咱举香吼，首先吼，咱第一落香吼，咱要来敬拜咱的天地众神吼，咱1拜，再拜，3拜，吼。也香拜拜，收惊，吼，也是宝贝，拢是咱台湾的传统民俗内底一定会有的嘛。啊，只是将传统本来有的物件转化过来，伫咱一个文化活动，而且转化过来的过程，爱做淡薄仔改变，爱增加伊的趣味性，甲伊的体验性。但是当中也是爱有迄个文化的 DNA 伫迄搭遐，所以伊转过来了，会感觉真正常、真趣味。咱第2拜吼，要来拜盐池吼，也是拜咱的盐吼。啊，咱大家共同来祈福啦吼，就是咱希望咱今仔日收的5丝盐吼，会当来保佑大家平安。今仔日最欢喜的在那个端午节来参加这个立蛋跟拍盐的活动。即马随着咱科技愈来愈进步，其实足侪人拢唔知影这传统的民俗，所以总欢喜今仔日会使来中南盐场站呢，参大家做伙学安怎拍盐。我们稍微向右转吼，才有一个迄个红色的迄个，这是咱土地公伫遮。好，来类型，抓下面一点，然后摇一下，让它插得进去。哇，凉茶油啊嘞！5日节吼，咱一般拢伫门口放一盘5丝水，咱会放物件对无？有人知影爱放啥物物件无？听讲各地吼，顶悬放的拢无共款吼。啊，咱布袋遮吼，放青仔鸡吼，啊蒲蓉、甲麦草，这3项植物呢，拢代表清气净化的意思吼。啊，所以咱等下呢，要请咱的来宾，甲现场的小朋友。一起帮我们把我们的菖蒲艾草还有龙枝撒到我们的结晶池里面。咱拍盐就是把海水引入来，伫这个土地顶悬，一格一格慢慢啊流动。这个流动的过程，海风会吹，日头会晒，吼，就是海水、土地、季风与阳光，吼，水地风光，那是咱拍盐4个大自然的元素，吼啊。除了有大自然以外，嘛还有人嘛，对吧？吼，所以水地风光人赛盐这7字是咱周南盐场
跑羊的7个字的口诀。等一下呢，我们喊水地风光人晒野之后，就把你手上的一种毛弄倒回水里，安尼好不好？好，来，水地风光人晒盐，为什么这水会是橘红色的？我讲啊，这是玫瑰盐吼，不一样吼。咱一般玫瑰盐吼，伊的粉红色是因为有矿物质吼，啊，咱盐就无共款吼。啊，这粉红色是因为海水内底有一种藻类，叫做杜莎藻、朵兰妮娜、杜莎藻吼。啊，这个藻类呢，伊有真丰富的叶黄素甲类胡萝卜素，吼，所以这个橘红色就是杜莎藻伊新陈代谢了后，伊所代谢出来的类胡萝卜素。咱午时最讲洗身躯对吧？吼，会当烫鞋啊，闭裤脚，可以下去玩水，吼，可以玩水。今天特别开放给小朋友玩的哦。脚试试看，下面会热。你烧新黄瓜，好省无？哎，你会晓穿好势？咱今仔要挂杯，好，安尼你去排队哦。啊，互小朋友跋杯，啊，若跋有杯，啊，有准备真好的礼物吼。啊，若跋无杯无要紧，咱嘛有安慰奖。原则上，互小朋友优先，吼，啊，大人排伫后壁。咱大家知影，咱跋杯有分做3种杯，第一种叫做咱今仔要跋的是信杯，啊，搁有笑杯，搁有可能有无杯吼。啊，等下跋落去，有跋到信杯的小朋友，麻烦来到我边仔这边。啊，你若无跋到杯，麻烦向咱的这位请子弟的姐姐那边吼。花筒这杯，这是我们的礼物哈，里面是5色彩石哦，大元宝，里面有盐巴哈，这个是济公师傅哈30周年的一个金币，哦，金币嘿。大家准备好啊，咱就准备来跋杯，跋杯准备开始哈，来跋杯。一个有。来，小朋友来这边。跋杯。啊，这杯。有做第一啦，伊可能袂晓跋杯，要是大人教伊跋杯，包括做大人讲，伊嘛毋捌跋杯过。伊看足侪人伫庙会咧跋杯，但是伊家己毋捌。咱只是创造真侪机会，互有人伫咱即个所在做一件，伊感觉可能捌做过，啊，可能毋捌做过，迄种无要紧，就是趣味，回去试验体验看卖咧。啊，你着安慰奖对吧？因为跋着关系。来，我们跋完杯之后，来交给你后面的小朋友哈。有人介绍嘞，你食看卖看他们滋味。这个是咱家己吼老杨方块酥的双盐奶油方块酥，用中奶盐厂的双盐做的双盐奶油方块酥吼。我的运势敢若搁爱加强，请这公师傅赐我一年的好运。来，各位，恭喜恭喜！现场的朋友一个吼，最后两个吼，最后两个吼。紧张，刺激，到底倒一个阿姨是最后的冠军？1、2、3，宝贝，宝贝，五贝。这个不容易呀，咱几队来？台南队，大苦哦，来，咱台南来的朋友对。哇，这有足侪技能的呢，而且毋是伫咧人仔内底鸡仔生哦，听讲是自由走跳的鸡仔哦。今仔日要用这的技能来产能哦。张，你看我们的蛋。啊，这么厉害！最简单的，你们跟我站一排。太简单了。
苗圃。好了。我嘛，跳起来啊！这个我等一下要把它烤完。即马人食的卵足多，拢是将鸡关在篮仔内底。那就鸡咱关篮仔内底，伊就无法度飞，无法度洗身躯。时代进步到即马，咱感觉讲咱鸡对上迄个世界的标准。咱即马会使将鸡嘛关在篮仔内底，伊嘛会使生鸡卵互咱食。啊，如果咱会对动物对鸡好，咱人嘛会使食较健康。无将鸡关在篮仔内底生鸡卵，真正较好食。哦，好，我要来去遐。好卡！来去煎卵。大家看我烤卵的款式，真熟手，就知影煎卵包是我内行。你即摆咧创啥？煎卵。你家己头拄啊看串的，煎卵摕落煎了。对。啊，原顶是啥物物件？盐嘛。哎，冰卵啊！你会小蛋嘞？哦，真高，个冰卵啊！做啥干净？哦，真高哦，袂歹哦。看哦，水。你摕咧，啊你摕碗，哎，不是。你小蛋你碗摕过来，啊你过一下。这里哦。来，没有黄色的那个。完成。来，没有收边，收个时间来。我甲小火箭姐姐两个合作，煎的卵真是足水的。第一步的工课就是爱卤盐，卤做好一年吼。今仔是一年一度，咱五日节吼，端午节啊，就咱定的传统就是采收五丝盐。2014年的时阵吼，我想讲，五日节要到啊，我想安尼会当盐着就来收五丝盐。后来甲我老员工，我的班长参详，伊讲，无就来试看卖咧啊。第一档我印象中就是，我着一寡铁盘啊，吼，用一寡迄个盐炉放咧，互一条拍仔咧来采收。第一档就趣味嘛，感觉袂歹，所以到第二档、第三档，我就开始慢慢来做改变，来家己盐田咧开始收盐。一开始是家己收、家己佚佗，就开始开放，互人来参与。咱拄啊师傅有讲啦吼，就讲其实咱五丝盐有一个真大的意义，讲五丝盐是天地所赏赐予咱啦吼，但是嘛爱集合众人的气，众人的气吼，甲咱的意愿吼，共同来祝福安尼啦吼。这个是50小孩，咱会收五丝盐，然后咱会将伊12点12分的时阵吼，会将这盐咱来收到2点管家吼。哇，五日节正中昼的日头真美，甲足侪草啊，甲青仔鸡等入去盐田内底了，好日头直直拍，加上众神明的保庇，会变成真特别的羊哦。这就是五丝羊。收起来的五丝盐，就人盐场抑阁会请这工师傅加持，随便就是充满着好运的羊。我今仔日真好运，会当参加这个活动。有盐工地甲冰的滚水伫咱服务台迄个附近遐，大家当来补充水分吼，下一个爱补充水分，
咱等下12点吼，12分会开放，互大家来取5时盐甲5时水。你来生盐，生人还是生盐？两个拢伫咧耍啊。都有生哦。对。啊，这两人来先去呗。袂啊。这盐粗粗吼，那海盐。抽羊。抽盐。买要中心。等下嘞，你爸爸遐。你爸爸遐。啊？你买，等下再买起来吗？弄出来蛋，盐焗蛋吗？对，啊，你也能嘞，你也能嘞。盐焗蛋，你在哪底？哦，原来是伫咧内底啊。啊！在熊啊！他们说不是装这边的，是装里面的。他们说不是装这边的。虾米是伫遮底样，拢是我阿爸家熬黑白讲。要安怎用真简单，比如那盐，感觉对无清气吼，啊，就用盐削盐米，吼净化。啊，比如讲啊，咱即个讲啦，用较现代来解说。上班的人，你若感觉有个小人办公室演小人有无吼？削盐米嘿，头家无啥好吼，削盐米吼，奥客削盐米离开了后吼，类似这样子吼。啊，其实用盐来辟邪，毋是台湾，就是日本，还是世界真侪所在。盐拢有这个辟邪，吼，这个习惯，伫这个部分。啊，也是讲，你若用盐以外，你嘛当用盐那个5时盐，用伫水内底，吼，啊，用喷的方式嘛是可以。小朋友不想玩，不想离开，对不对？好好玩，好好玩。你睇下这是啥物茶无？这什么茶？这是阳光茶。阳光茶啊！这好啉啊！内面有啥物？内底有乌糖、番薯粉、甲盐。早起的阳光就是要啉这来补充体力。你今晚要买啥？肉粽面包。肉粽面包哈。阮本身的面包，阮的棒就是拢用咱台湾名片的因的盐。迄个肉粽棒，伊迄个料原则上我是用传统的料理方式，用猪油，然后黑米、香菇，啊，搁有咱的红葱头。借由这个棒传达讲料是一个足传统的肉粽料，可是我用一个新的料理方式去表现出来。是甲一寡在地食材，甲炒咧放内底，互咱遮的乡亲，我都认同讲，咱在地物件，然后甲我的专中的面包，啊做结合，买当讲互大家做会当接受。多谢。难得布袋有少年家要转来做胖，这是一件真趣味的代志。料理迄一开始是为着要交女朋友，为着要交女朋友。爱情的力量，小撮仔有时也会变英雄。啊，到今年10月18号礼拜6，就是国庆日过迄个拜六吼，啊，我们会办我们1年1度最大的活动，这谢盐季下盐节吼。谢盐节是咱伫每一年秋天吼，要开始盐埕整理好，要开始咱拍盐的时阵吼，办一个活动吼，透过这个仪式吼，啊，来感谢过去天地将士的保庇。嘛期待一年的好丰收，啊，所以来希望咱现场所有的朋友，今年10月18拜六吼，若有闲，大家搁转来做下盐场吼。就人盐场这么纳水，心态嘛真丰富。阮来即天拄好拄着落脚洗团的时阵，看到这只落脚哦，有够新鲜，这真正是足赞的环境。推荐大家会使来遮佚佗。
足侪人来到布袋，毋是要看海，毋是要看船，伊敢若一个目的，就是要食海产。这个海产店是较多价啦吼。第七就是门口一个冰厨啊，互伊来经理要食海产。你看这个盐酥的这个肥肠，你看，佫有食一鱼啊，等等吼。大家拢有伊的手路菜啦。当然啦，互你一定会点虾啊，佫有就是蚵仔。布袋就是炒蚵饼啊，吼是蚵仔的出产地。这蚵仔是上鲜，佫人讲的酸，酸就是这蚵仔 Q 佫好食，因在地人讲酸。你看这是安是足赞的，佫有这个面线，安尼做伙来炒起来是最好食。当然蚵仔面线足侪做法的啦，北部的可能就是牵鸡等等，吼。过来就是做一蛤蟆，这赤水啊，甲蛤蟆，这蛤蟆就是拢上鲜的，沙沙就好。你看，干那这个肉遮尔啊大地，韧韧，佫青。我刚来这食海产，就是这个蛤蟆来这肉一直顺一直顺。这个我感觉就是袂输咧找讲吼，这个顶壳内底咧找这个好食的迄个肉，袂输咱来鱼港是硬扁扁。不过咱内底找着好食的海产店，内面是鲜够好食。当然做侪鱼仔啦，比如这内底有三个甲五仔鱼，这拢是在地鱼产。过来就是这个水晶，这囡仔俗啊，因为煮啊卤卤，香囡仔硬起来是用手捏，食落咔吱咔吱。外口豆粉，增加卤内底有鱼仔嘛食吧。过来了伊讲布袋是蚵仔煎外口蚵仔煎啦是蚵仔也是这卵啊有时阵就是后前后壁做来煎啦食就是做一届这个甲蚵仔放伫这个卵来煎，这较无像蚵仔煎的，其实算蚵仔卵，因为外口有豆腐有掺粉嘛，这粉了你蚵仔跟卵会当用较少。咱遮这间店真正是真材实料，这全就是蚵仔。加这个卵，你看，这豆啊煎要头的时阵，翕这个哇就冰面啊，你看到迄面花真甲赤，真正是做芳的。所以就是讲有这个上好的卵，佫有这个上鲜的蚵仔，煎好了我感觉蚵仔卵上赞的就是安怎，你用猪甲拄开的时阵，迄个卵的芳开。佫有这蚵仔的青甲夹做伙，这就是布袋是蚵仔煎好食的蚵仔卵。阮兜中意真冷气，会记带囡仔去底水。今年阮兜总算有装冷气啊！会记你早管仔去底水。阮兜今年装冷气，总会不会讲。今早管仔去底水。阮兜今年总算是有装冷气啊！爱记你早管仔去底水。阮兜今年总算是甲冷气斗好啊！会记你早管仔去底水。阮厝里总算伫今年装冷气啊！会记你早你的地沟去底水底地。阮兜今年总算是装冷气啊！会记得早干仔去装水哦。阮兜今年总算是装冷气啊！会记得早管仔去停水。让我想一下，对不起，让我想一下，突然忘记要怎么讲。我知道，我突然想不起来那个什么词。会记得摕干仔去当水。
大家好，咱拄仔听到足侪人拢讲是装冷气吼，啊，伫咧中文内面吼，装冷气的装吼，其实是安装。啊，咱讲装水的装，其实是盛装。中文其实有分哦，只是讲咱咧讲话的时阵，就干那讲一个装，啊，这个装就影响到咱的台湾话，咱就直接甲伊讲装。其实咧台湾话嘛分得足清楚的吼，中文咱讲的安装，咧台湾话吼，咱会讲倒还是安，所以装冷气，咱应该是讲安冷气，还是倒冷气。啊是讲装电池吼，咱买电器爱装电池，咱应该讲是倒电池吼，还是按电池入去。装水咧吼，这个装盛装阁有分做两种吼，这种是讲伊较静态，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这个俗语叫做“乌干仔堆豆油”，所以迄个堆就是讲物件放在内面的迄个状态吼。水这类酒茶这类的物件，咱家己放入去罐啊是干仔内面，其实阁有一个讲法叫做沥。吼，去沥水，啊，这是一个较动态的描述。所以像拄仔咱迄句讲，要带瓶子去装水吼，咱会当讲，咱来炸干仔去沥水，会当讲炸干仔去堆水，但是沥水会当搁强调迄个动作。安尼台湾话敢有装即个用法咧？当然嘛是有，但是台湾话装吼，即个用法，咱较定定用的就是。以中文来讲就是装扮吼，所以是听过有人讲，你红车吼，所以我今仔就装吼较水的，你是毋感觉听起来敢若真困难？其实嘛袂哦，咱只要加注意一点嘛吼，就会当甲即寡台语本来有的词，甲伊讲倒转来。阮兜今年总算倒冷气啊，会记咧炸干仔去沥水。咱台湾这个岛，咱嗰里有足久的啥的过去，啊，但你咱叫做历史，历史一般讲来讲，这个所在有文字来描写的时间开始。若若无文字，毋是代表咱无过去，但是因为有文字，大家讲的较有证据。哦，啊，所以咱台湾当时才开始有文字讲了咱台湾。啊，一般拢就是讲，咱台湾荷兰人来了，咱才开始有文字的历史。啊，但是最近这几年哦，学者愈来愈确定讲，伫荷兰人还未来进前要70年、100年，咱台湾就号做东番，东平的番，啊，就袂少啥福建人，袂少即个广东人，要掠鱼，啊是讲要啥，毋是政府允准的啥的交易，啊，就来台湾含别人。含日本人交易，啊，所以毋知讲免讲，迄个时阵就开始官方为了要掠海贼，啊，就写袂少有关北港的海贼、东番的海贼、台湾的海贼，甚至也讲着家人的海贼、淡水的海贼，啊，有人讲倭寇。迄个时阵，伫16世纪开始足清楚，伊咧讲咱台湾啦。啊，所以若安尼了，你台湾讲有人讲400-500年嘛差不多啦。400-500年历史，毋是代表。咱的过去的故事，敢若400-500年啊！哦，因为原住民都可能几若万年、几若千年，啊，但都无文字，咱就歹讲。古早塔大家就爱讲400年哦，因你知影咱若要讲哦，迄中国历史有5000年，哦，埃及历史有几千年，后来感觉400年，在荷兰开始算起来400年，哦，安尼啊400年大家念起来足顺的嘛，啊，迄一段时间来念嘛，但是后来讲哇，你若讲400年尔。安尼原住民就无去啊，汉人、华人的史观安尼毋好，所以有人感觉讲哇，安尼较久。我是咧做历史研究，我是较爱讲有文字开始，但是我嘛阁有一条有修正。为人讲到荷兰时代开始，但是荷兰人还未来进前，真正就海贼，哦，著名海贼，叫林道乾、林凤。伊咧海贼后走去咧啥？走去日本后走去啥？迄个马尼拉，啊，佫走去咧啥？泰国。啊，所以咱历史，咱台湾开始就是啊，含世界拢连做诶。你若讲头伫16世纪，咱安尼讲好无？1570年代，哦，差不多400多、400-500年差不多啦。你若讲400-500年哦，咱嘛毋免伤过排斥，因为现在即世界诶形成，现在你看美国有黑人，哦，也有白人。
啊，是讲什么，咱边仔的澳大利亚对无？嘛，还有哪有别人住伫遐，迄拢差不多400-500年前，欧洲人来亚洲，世界，有人讲地理大发现时代，是讲大航海时代，迄拢差不多400-500年，世界形成是400-500年来的代志。咱台湾的形成，现在世界的形成，同齐行。